知唔知點解我會接受你 ViuTV 嘅訪問？願聞其詳。人事關係、人物關係。因為今次成個 production team 係我好耐嘅朋友。如果唔係佢叫我，我係唔會接受你訪問嘅。即係一個新嘅電視台出現咗，希望大家支持啦、睇啦，咁一定有啲唔同嘅新嘢出現嘅。你每日都睇舊嘅嘢㗎嘛，係咪先？澄清聲明，即係每個電視台都有個好嘅地方嘅，係咪？咁當然你可以剪，可以唔剪啦，係咪先？多啲選擇啦，大家最緊要觀眾。唔剪就有信心㗎啦。Hello， 我係 Pinky 羅佩琪。黎明30週年演唱會即將舉行啦！4D 演唱會聽聞張凳會喐，仲會有氣味，大家應該好期待。黎明演唱會未有得睇住，不過睇 Leon 嘅 Facebook 咧，應該會好開心啊！因為咧每次 Leon 咧 upload 嘅內容咧，都會成為大家嘅熱話。都係講金句啦，講翻佢啲金句。開啲活動同啲 fans 傾下偈咁咯，繼續 po 多啲佢改圖嗰啲圖咯。Leon，點解你唔回應我個 comment 嘅？佢喺個街頭度食飯嗰啲片都有睇。我喺收音嗰度唔係幾清楚，其實我都唔係聽到佢 rap 咗啲乜嘢。即係除咗係後邊嗰個位聽到，之外前面係聽唔到。如果係多啲講佢自己切身啲嘅嘢啦，咁我諗會大家有興趣多啲嘅。嗱，老闆，你識唔識用晒 Facebook 嘅功能啊？Leon 不時喺 Facebook 分享生活片段，網民就覺得 Leon 升晒上神台㗎啦，依然咁玩得，雪地玩狗，洛杉磯街邊醫肚，咩啊？酒店冇咁多名牌，聽朝早啲40號，啱咗快手啊嘛，4點都出嘛，香港食唔到啊！再發生橫店 rapper 講like 文化。橫店，揸棍摩車。食完晏，晏啲開工，中意就中意，唔中意就唔中意。我講啲埋咩 LIKE， 橫店 hip hop， 簡直靚爆！連太陽的後裔宋慧喬 BB 都俾面驚喜現身，仲有咩難到 Leon 呢？一定要睇嘅就係太陽的後裔，好好睇，好感動，抹眼淚。從來冇諗過 Facebook 喺度亂動嘅。我就覺得我已經係最後尾一個玩 Facebook 嘅人，再唔玩就入埋棺材嘅啦，即係勾到冇再勾。但係 Facebook 只不過係去呈現我自己覺得有啲嘢可以分享俾人睇嘅嘢，分享下俾人咯。如果你都唔分享嘅話，咁遲啲冇得分享嘅咯喎。咁我都係出於啲咁嘅心態，冇乜其他因素嘅。所以我 Facebook 裏邊通常都係譬如電影公司佢話啲咩 post 要擺，我咁不如擺翻公司嘅 Facebook 啦。即係我呢個 Facebook 我就唔會擺呢一樣嘢裏邊。即係除非真正一啲特別有專制性嘅嘢咯。OK 就唔簡單。同埋我做 Facebook 嘅嘢，我都唔係為咗回應人哋。都係自己嘅。你中意睇咪睇，你唔中意睇咪唔睇咯。係咁簡單嘅啫。我哋呢啲嘅網民啦，其實都有啲問題咧，想問下 Leon 嘅。咁不如我哋睇 Leon 你又有冇興趣啊？想知咧 Leon 咧，你 EQ 咁高啦，而家咧仲有冇啲咩事咧會令到你嬲嬲豬嘅咧？唔關 EQ 高唔高事嘅，你有啲唔開心嘅就自然會唔開心噶啦。係啊，唔開心如果唔太影響你人嚟噶嘛，咁有時唔開心嘅時候，咁你冇 camera 你都會講粗口啊，都會發下脾氣，好正常嘅事嚟㗎。你睇點按個定義啫嘛。你知道我講粗口，即係證明你都識啦。咁點解你會識咧？係咪先？咁點解人嘅定義將粗口定為一個粗口咧？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粗俗啊嘛。咁但係呢個粗俗嘅詞語裏邊，有時可以等於人嘅糞便都可以用嚟施肥啫。你睇用喺邊度啫？但係有啲情況裏邊，你真係譬如好離譜嘅情況，你真係可能要加兩個粗口落去先認到嗰件事嘅嚴重性。咁但係呢通常 internal 有啦，對媒介觀眾面前，咁我哋只係 follow 呢個社會嘅秩序，唔好講咪算咯。
OK。但係我都識粗口噶嘛，肯定識。你話 Leon 咧，其實咧你係我哋 fans 覺得好幽默嘅，有冇考慮咧去拍喜劇？都唔會回應。好，咁揾啲勁啲好啊嚟，OK。咁你講過咧拍拖就好似撞鬼咁，咁你而家冇撞鬼啊？冇撞鬼，唔係我唔係撞鬼，啲人有時你緣分啊嘛，即係有時調翻轉咩叫撞鬼啫？人生裏邊可能1/1000機會你都冇機會見到鬼，可能還過嚟嘅。OK，咁不如話你人生裏邊真係可以遇到自己真正所愛嘅人，嗰個可能1/1000嘅機會。咁我只係用呢個説話去形容咗，但係你唔明白內裏嘅意思，你淨係覺得個表層係咁，可能我講得誇張咗。係咪先？即係譬如以前香港叫午夜場，午夜場即係叫咩？子夜場。咁你知唔知而家內地咩叫幽靈場？幽靈場即係意思凌晨2、3點都冇人買飛，居然爆晒，即係啲人我哋買票房買到爆。即係大家形容詞不斷會去進化嘅，因為人對理解能力唔同咗啊嘛，係咁解啫。多重身份嘅 Leon 開始做老闆，同林建岳合資唱片公司 A Music， 公司主要由 Leon 同好拍檔呂頌德管理。10年之間，佢對做老闆有咩心得？Leon 你自己咧而家係老闆啦，仲係都係自導自演啦。唔係，我要強化一樣就係咩叫老闆咧？好多人真係創業，我呢啲叫做老闆，其實只不過小圈子一班志同道合，仲相信有夢嘅。我哋一齊工作，一齊去分享創意，亦都唔係一個人話晒事。咁變咗你話我係一個老闆，咁其實你年紀大咗，咁就俾多個尊重你嘅名，咪叫做老闆咯。係咪？咁但係你行出 market 裏邊，其實你係咩啫？乜都唔係，你只係一個娛樂圈嘅工作者。啱啱？當你見到商場上嘅真正嘅老闆，咁你係咩咧？咁佢哋眼中你係咩老闆咧？黎明，我揾咁多錢㗎嘛，你唔好同我相提並論好喎。火舞豔陽 Eon Now 黎明 Fall in Love， 如果你哋 Leon 嘅歌迷，一定會集齊晒佢嘅唱片。不過近年你哋應該會收錄埋 Leon 嘅金句啊！嗱，Leon 句句咧都係金中金，咁多嘅金句，你哋又最中意邊句？我最中意呢句坎坷過後有艇搭。核心嘅外圍即係核心嘅內圍，即係點啊 ？Leon 啊，究竟空肚食早餐會肚痛定點㗎？我唔會飲杯熱水先，我一食就食早餐㗎啦。左手又係肉，手背又係肉，咁咪成身都係肉先。大家就揀咗 Leon 嘅金句啦。不過 Leon 話其實咧被稱為金句王係有原因嘅。唔係話金句，即係其實你喺成長環境啦。成長環境就係我本身我北京出世。北京出世裏邊一個胡同或者一個四合院裏邊，大嘅四合院四進院裏邊，可能住30戶人家嘅。咁嗰時只係每間每戶都可以只係生一個小朋友。咁我哋班小朋友喺呢個環境長大嘅時候，大家都會傾偈嘅。其實大家傾嘅內容同埋講嘢嘅形容詞差唔多嘅啫。只不過我自己命運驅使到我嚟咗香港，變咗香港居民。咁有時我講嘢由我細個時長大嘅環境，令到我將佢由國語普通話 translate 咗過嚟廣東話去表達出嚟。你明我講咩？咁其實冇乜太多特別嘅，但係只不過習慣咗喺有啲形容詞喺個句子裏邊，你可以諗到。不如咁講。但係如果你覺得我講金句嘅話，但係你哋犀利咯，即係香港犀利咯。咁你連金句，連內地人都覺得呢個金句咯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係一個普通話轉咗做廣東話嘅版本啫嘛。其實冇乜特別嘅啫，我哋講啲嘢好正常嘅啫。係，咁喺 Leon 你嘅演繹啦，你覺得而家香港咧對你嚟講係咪？你會點樣去形容咧？而家嘅香港係一個轉化階段咯，即係你好多時候個市場自動轉型自動改變，即係譬如你哋嘅電視台出現係咪冇 TVB 出現？點解 TVB 又有埋你咧？因為時代轉變咗啊嘛，係嘛？點解同編劇你時代轉變啊嘛？當一個時代轉變嘅時候，你唔可以話呢個時代唔好。我哋雖然用我哋經歷去預知話10年後會點，但事實可能會再蛻變再變，所以我哋冇辦法阻止時代變，冇可能阻止人點做嘅，只能按部就班喺自己嘅範圍裏邊
去做好自己應該做嘅嘢。即係譬如你話我喺橫店 rap 嗰條片，我點解會突然間心血來潮有個咁嘅感覺咧？因為我對文字嘅感覺係咁睇嘅，即係香港人，你中唔中意？你中唔中意呢個攝影師啊？就咁簡單啫嘛。如果我問你，你 like 唔 like 佢先？呢個説話已經有個多餘意思喺度㗎啦。你係咪真係唔？你係咪真係唔 like 先？即係已經開始有啲嘢係有啲 pushy 同埋壓力嘅感覺嘅嗰個 like 字，同埋唔係咁斯文啊，比較粗獷少少或者粗魯嘅少少。你究竟 like 唔 like？你明唔明講咩？即係個意思，因為唔係你嘅語言，你用呢個説話點解？所以我對呢樣嘢，我會有我自己唔同嘅反應。咁唔同反應喺自然嘅情況裏邊，咪講出嚟咯。OK，係咯，就係自然啦。咁但係頭先呢樣咧就話轉變啊嘛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接受我哋 ViuTV 嘅訪問啦。呢樣會唔會都可以有幾句嘅説話同？知唔知點解我會接受你 ViuTV 嘅訪問？願聞其詳。你想聽真定聽假？呢樣你有真嘅。我好真嘅。人事關係、人物關係。因為今次成個 production team 係我好耐嘅朋友。如果唔係佢叫我係唔會接受你訪問嘅。你明唔明講咩？多謝呢樣，好榮幸啊！我講真嘅，係啊，我講真嘅，因為我根本即係有時點解成日都話人有時人係唔係跟公司行，係跟人物關係。點解人物關係咁緊要？你有好嘅人物關係嘅脈絡，個人去咗邊，你咪跟個人行咯。你唔會跟個人留喺公司噶嘛？係咯，咁。所以我哋真係好愛呢樣。冇愛我 OK 嘅，總之大家即係一個新嘅電視台出現咗，希望大家支持啦、睇啦，咁一定有啲唔同嘅新嘢出現嘅。你冇理由都睇舊嘅嘢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嗱，咁另外仲要問下呢樣。我唔係話 TVB 唔好啊，即係唔係經過呢個頻道，我哋要澄清聲明，即係每個電視台都有個好嘅地方嘅，係咪？咁當然你可以剪，可以唔剪啦，係咪先？多啲選擇啦，大家最緊要觀眾。唔剪就有信心㗎啦。果然係真 Leon 啊！下一 part 翻嚟咧，Leon咧就會同我哋講下點解會喺我身後面呢一個中環海濱開佢嘅 4D 演唱會。Leon 今次演唱會跳出一般做 show 場地得4面牆嘅框框，喺中環海濱長廊設一個大型場館，到底同紅館有咩分別？又點玩法？如果呢個世界得翻 1D 嘅話，你話幾冇癮呢？如果由 2D 轉做 3D，應該好玩好多喎。夠啦，原來 Facebook 係咁做嘅。OK，明啦。我主要諗嘅原因就因為我相信香港嘅音樂，我係一個參與香港音樂嘅其中一個成長嘅，即係90年代歌手啦。咁有啲嘢我知道喺香港音樂裏邊有啲廣東字嘅發音啊，同埋生活環境嘅習慣啊。喺啲歌曲裏邊，如果你要變快歌，好多時候咧，好難完全係適合到我哋嘅市場。即係意思話點講咧？好難做到嗰種味道。喺 mass 嘅快歌味道裏邊。咁變咗，當你要做嘅時候，咁你都知道喺香港，譬如我哋香港人跳舞，點解韓國會跳舞跳得好過我哋咁多咧？因為人哋細個2、3歲電視就已經跳啦嘛。佢接受嘅就係美國啊嘛。英國唔係跳舞唔叻，都叻，但係個文化係唔同嘅，嗰個鎖緊同放鬆嘅角度唔同。咁變咗，如果我要做快歌嘅時候，我哋死跳，可能個效果唔夠好，所以加入一啲特技嘅效果同埋啲視覺嘅嘢，可以喺個過程裏邊，可能我覺得會順暢啲啦。整個快歌，因為我整快歌嘅時候，我都有一個特定嘅畫面㗎嘛。咁本身我自己出道嘅時候，又讀訓練班，又讀幕後，咁有時將學翻嚟嘅，世界各地見到唔同嘅嘢，自己有機會可以發揮得出嚟嘅時候，咪用 MTV 去分享咯。咁我覺得咁 so far 又唔會太差，但係起碼都 OK 嘅。因為紅館申請紅館演唱會期咧，你譬如2016年3月份申請，我哋要等到2017年3月份先知得唔得嘅，即係1年時間。咁變咗嚟講，今次
我做緊其他嘢嘅時候，公司同事佢哋都會開會㗎嘛。咁開頭佢哋話喺新海濱開啦，我話新海濱喺邊度嚟㗎？咁後尾佢話摩天輪隔離，哦咁我知啦。咁同埋知道摩天輪嘅場地裏邊喺2017年之後就可能歸還翻俾政府啦。到時起咩可能設施唔知㗎。咁變咗咁我點開咧？戶外啊？咁佢話唔係，佢諗住攞個 dorm 翻嚟，可以坐5000到6000人。咁但係後尾政府喺嗰度曾經批過嘅，只可以成為1000人。咁變咗，如果申請嘅時候喺政府嘅安全，即係屋宇署嗰啲會面對問題啊嘛。咁逐樣問題解決咯。咁後尾我都 OK， 大家試下啦。咁就揾到個方法就話，因為喺外國好多時候佢哋 3D mapping 即係一啲唔需要戴3D 眼鏡嘅，咁個場數就啱啱喺500到1000呢個 range 裏邊就最好。咁所以我哋將個演唱會變咗4屆咯，即係4個唔同嘅松咯。咁因為紅館係 center stage，我哋今次得一個 center stage， 但當4屆嘅時候喺4個箱裏邊，而中間有幕，但可以透視到人，有 visual 嘅，兩邊咁樣伸延係要左右嘅，咁變咗咪300度咯。OK， 咁但係你喺譬如我哋點樣分 LEON 4個松咧？因為 L 個松係見唔到 EO 噶嘛。大家都見唔到對方，咁其實喺視覺上面其實喺視覺上面係冇嘢阻住你嘅，因為紅館你唔可以喺兩邊駁咗兩邊觀眾噶嘛。今次唔會係 live band 嘅，係全部所有音樂重新點解有雷頌德、有伍樂城、有 C.Y.Kong， 原因有好多唔同年代嘅歌由佢哋唔同嘅人做出嚟嘅，一定由佢分拆咗之後重新係你聽慣嘅嘢，重新要做一次 live 嘅嘢，咁我先可以分到一個5.1嘅一個立體聲，因為佢有 surround sound，跟住有啲嘢唔同要加埋啲特別效果，加埋啲佢預先做好嘅視覺效果。黎明嘅經典作品陪伴大家30年，一直以嚟嘅創作力量同幻想都走在最尖端。由1990年推出首張大碟至今，加上當年一系列 hit 爆嘅電訊廣告，每首歌都成為90年代樂壇經典。Leon 出道以嚟獲獎無數，奪得多個男歌手金獎，直至1999年宣布退出競逐獎項。唔攞獎唔代表休養生息，要贏人先要贏自己啊！繼續發掘更加多可能性，演而優質到凡事都表現自己最好嗰一面。Leon 入行30年，經驗豐富，一路唔止係揸住做好自己唔好理人嘅宗旨，仲抱住啲咩人生態度？喺呢咁多年裏面，你自己覺得我有好多畏懼嘅時候係你睇唔到啫。你繼續講。係性格有啲咩改變？懼怕啲咩？冇咩懼怕咧？冇咩懼怕，一定有懼怕。懼怕你就係要做嘢嘅時候，你自己有幾多份合約喺身，你唔可以 keep 住呢個有身體有受傷，你要保存下一個人揾你做嘢嘅時候，你嘅身體完整，冇受傷，冇影響進度，係咪先會係有呢樣嘢發生？咁其實你話30週年嘅原因亦都係無獨有偶啦，係咪？因為有一個贊助商，佢130週年啊嘛，係咪？我好清楚行規，所以我冇將個名講出嚟。咁你變咗30 ，OK。咁今次嘅特別就係佢要贊助嘅時候，我哋希望佢有一份心意嘅禮物送俾現場觀眾，佢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，因為難得大家撞到30，不過當然嚟歷史呢個悠久好多啦。咁變咗咪攞30嚟講咯，係咪？如果你問心嚟講，你做女仔，我想唔想話你50歲生日你想唔想慶祝咧？都 OK，都係即係如果你 keep 到係咪先？咁所以我話冇問題嘅，但係你話真實啊嘛，咁啲 definitely 係真實嘅，咁冇乜問題㗎。咁人哋總有一日會老，總有一日會做啲唔同嘅嘢。咁但係個地球係容許你有呢個空間企喺地球上面㗎嘛，或者將來一日坐輪椅一輪地球裏邊㗎嘛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好正常啫。所以你話我有我自己相信嘅嘢，就算你話有幾多人中意我、支持我，其實每個人都心中有數嘅。我哋自量，唔好大擔，唔好太過強求，自己能力做到嘅嘢就用盡全力，唔好傷害到自己身體，搏命去做好佢，咪得咯。都知道要訪問Leon嘅時候啦，咁覺得咧非常大嘅挑戰啦。不過挑戰咧確實係會產生樂趣啊。咁學Leon話齋啦，佢嘅説話咧冇分金句定銀句，咁因為咧每一句説話都係出自佢嘅真心。咁多謝Leon一個咁真誠嘅訪問 ，thank you。Hi Leon，你好，我係 Pinky 啊。Pinky 你好，你好。係兩部機係咪？
OK， 我望你得㗎啦，係。係。 OK。可唔可以靜啲啊？你出邊我哋錄緊音樂，唔該。 Thank you，謝晒你。